成長漫步又和大家見面了。今天我們開箱西盛小蜜蜂無線原声擴音器，可以在有线、无线两種方式來使用，支持腰夹和掛绳来使用。因为它的多形态使得它非常的灵活，可以在多個場景來使用它。這一個無線的麥克風它還是可以分體的，這邊是有磁吸的，這樣隨手的呢，你想這樣拿着使用，也可以把它貼在衣服上。我們也可以使用它的有線，它的有線麥克風素質還是較為高的，採用的是這種編織線。麥克風的前面配有防風海綿，麥克風是具有360度全指向設計的，全方位的捕捉演講者的聲音，不論站在什麼位置都可以精準的收音，具有 AI 的人声增强引擎，使我們人声更加的還原，不會產生啸叫，也不會讓聲音發悶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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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即使我用這個揚聲器對着它說話，它都依然不會產生嘯叫，全鏈路的抗嘯叫，不像一些劣質的那種揚聲器，靠近了之後就有尖銳的聲音或者是炸耳。揚聲器也是較為優秀的，它是16芯的全頻大尺寸單元，使得它可以把聲音放得很大，並且不刺耳，沒有那種雜音。像一些教室把它放在講台上，可以覆蓋整個教室的聲音，聽得清，聲音大。360度收音，廣角放音，聲音響徹全場。降噪功能，把我們麥克風周圍的一些雜音濾掉。續航能力，單次充電可以使用8小時，支持快速補電，同時還有10分鐘無操作自動休眠的節能模式，充電也非常的方便。是歐盟標準 Type-C 接口，採用的 2.4G 無線連接，而且呢可以開啟藍牙模式，連接電腦、手機 Pad， 當做一個電腦的小音箱來用。其實我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拿它當做電腦小音箱來用的，可以說真正的做到了全年無閒置。我甚至有的時候把它拿到車上去，隨時的就聽，因為車裡邊的音樂不是很全啊，把它放存一些自己喜歡的歌，隨時隨地都可以听。因為它可以插 TF 卡，播放 TF 卡裡的音樂，也可以插 U 盤，U 盤裡你隨手放一些喜歡的歌。那我們插了 TF 卡以後呢，還可以使用它的錄音功能，用來錄音。比方說你去聽別人的課，你可以隨堂記錄它全過程的講了什麼，全錄下來，或者是記錄你講的這些東西，把它存下來也是可以的。它的麥克風只有20克，佩戴無負擔。它的品控做得非常到位，工藝非常的好，個頭不大，82×37×59，輸出功率可以達到10瓦。整個產品的外觀採用的是 ABS 加這種仿皮革的小紋路設計，很漂亮。約3小時即可充滿電，電池容量是1800毫安。如果說拿它就像我長時間把它當做一個電腦的音箱來用，其實也是可以的。為什麼呢？我們可以電腦這邊連一個 3.5mm 的接口，它這一邊除了可以連接有線的麥克風以外，我經過實測，雖然說這個產品沒有介紹啊，沒有讓我們這麼用，它是可以連接電腦的。這樣，不信我給大家放一下啊。我這邊是沒有插 TF 卡和 U 盤的，也沒有連接藍牙啊，當然它是可以連接藍牙的，是不是很神奇？它甚至說可以做到什麼？這邊收電腦的音，把它傳進之後，不影響我們麥克風的收音。這又延伸出了一個什麼功能呢？你可以拿它 K 歌啊，把這邊電腦的聲音放進去之後，放你的想要的伴奏，這邊唱歌，能實現一個簡單的 K 歌的作用。這你敢想？可以說這個功能非常的全面，甚至說有些沒有介紹的功能也被我開發出來了，讓我玩出花來了。這個產品，那麼西盛小蜜蜂無線原聲擴音器的開箱加使用分享，我們就到這裡，再見。